啊，也难怪我二姐剑法精准。你是想红烧还是想清蒸，或者做成麻辣兔丁？起，喂！兔兔那么可爱，要做成麻辣兔丁才好吃呀。那你去把它捡回来吧。在哪里呀？哎！兔子兄，真是辛苦你啦！也难怪我二姐剑法精准。你是想红烧还是想清蒸，或者做成麻辣兔丁？起，喂！二姐，一只兔子够我吃了。没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少君真是好剑法，那也不及二郡主剑法精准，可惜还是没有射中。不知二郡主想射什么？打猎自然是来射猎物的。陈芊芊可是你妹妹呀。她早就不把我当姐姐了，我又何必再留恋姐妹之情？看来那天晚上，二郡主没有喝醉。韩硕，如今母亲已经命你和三妹和离，我可以去求母亲，让你与我成婚。哼，韩某此生非陈芊芊莫属。可外人一眼就能看出，陈芊芊她根本就不喜欢你。她一向朝三暮四，任性妄为，从小到大我看得太多。如今她就要舍弃你去和裴恒成婚，你竟还对她抱有幻想？看来二郡主不太了解芊芊，更不了解我。你就真的对她这么死心塌地吗？如果二郡主的剑再对准芊芊，那韩某的第二支箭可就要射出去了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会知道陈芊芊不值得。这是我给你打的兔子，你想怎么吃？林七小姐，我不吃兔肉，你拿回去吧。陈芊芊，你来干什么？芊芊，你给我送兔子来了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裴思学他不吃兔肉。我吃。你刚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苏沫，把兔子收起来。难不成吃个兔子还要看他姓什么？陈芊芊，你已经连累的他成了满城的谈资，你还有什么脸面继续？哎，你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陈芊